多谢运主来关心假的新闻。之前有人伫面册即个讲伫台南嘉里一个黄昏车内底买2尾卤鸡甲一个烤鸡风，讲要790块。事后台南市政府去看去调查，并无看到即款的情形，怀疑讲这是假消息。当时朴文洲这个网友呢，伫昨甲你讲有收到市政府法制处公函，讲要求伊爱澄清，当时伫破文的当中爱回失礼。也毋过如果讲伊本身讲的，又果是实在话，是讲这个文章用的拢是简体字，有网友就质疑讲伊的身份，记者就直接去找到因兜，这个当事人无伫咧，因老母讲，伊这个后生时常惹一寡代志，互因嘛真无奈。罗干两料特别的这个鱼，个口感的烤鸡风，真侪人拢真爱吃。只是进前有人伫咧面册顶铺盆，讲点2尾卤这个鱼，佮有一块烤鸡风爱700块。地点就伫咧台南市嘉里区一个黄昏市啊。尾台南市派人去市场去查，无调查到这间卖甲贵闪闪的摊。当时记者到现场来问。这大尾，这2尾嘛，才100块尔，爱一块480块，哪有700几？2尾卤这个鱼上济嘛才200块，烤鸡风嘛才450块，安怎算嘛袂到700块？台南市府认为是假消息，所以报警处理。虽然指控的这个网友今仔日佫讲家己收到市府法制处公函要求澄清，当时伫咧文章内底回失咧，毋过佫讲到家己讲的拢是实在话，若这规篇文章用的拢是简体字，有网友质疑伊的身份，佫有网友讲。伊回失的文章无生气，到底这件代志是真还是假？记者经过探访，找到这个写文章的人因兜当事人无伫咧，因老母是回应讲，因迄个后生是回应真偷看茉莉小。正正都头脑有做工过想到啦，安尼啦，安尼。哎，拢网络阿白拍阿白搞迄吼，做空调我现在要怎做？后生写的文章敢是事实，这妈妈嘛无了解，只是发函要求爱网友澄清。台南市府讲尊重个人言论自由，毋过若是个黑白讲话，都必要进行处理。如果和事实有重大的落差，可能影响到市场的机制，是否就有必要来进行了解，维护社会秩序？市府呼吁莫用假消息抹黑，互不孤单受害。若无写文章的人，莫因为安尼惹着官司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